太起太落嘅小毛油，旁琴琴下统托。讲到中小毛、竹小毛油，迄都苗栗山方嘅阿亚比嘅人，拍无几多啥无拄过。公元1912年，台北农业试验所嘅一个日本人，将一支小毛笋对印尼爪哇岛偷偷嘅入转台湾来。靠本当时到新竹州太湖郡开农场嘅岩岩青种了青笋工，渐渐嘅发展到规则嘅苗栗地区。此清朝到日本时嘅行人对种稻嘅技术发展到真好，种稻嘅代替系行人，光复后将农业慢慢嘅抹脱。种稻同竹小毛嘅基本原理差唔多，伊当然就到山方种地嘅小毛、竹小毛油来卖，价格赚一时嘅钱，好上甜。印尼不但系全世界外销小毛油最多嘅所在。听一次世界大战说，印尼争取独立，同殖民国荷兰相持好久嘅。1951年，荷兰人撤出印尼，开海小毛油嘅产销管理就用脱，产量小加真多。台湾人饮到时期，很多人就上菜种，两下班产量就变到世界第一，苗栗县徛脱80%，其中太湖又徛一半。民国45年嘅下，啱咪讲，山方人开一担小毛油出来卖，付托一个钱就食到光光。有人行跪贴嘅推到后台，调试流水半截，淹嘅，真件系布拉拉嘅，唔惊人会目测。阿爸同阿哥到研究林嘅樟树园，也有2-3分地嘅来种番薯、番头，米方田太家改种小毛，看人赚钱以改啥样嘅，这个吃下来，当地无按样赚。小毛种到去过后，我帮错、铲错。等古多抬头好过来，就会讲天时好，杀过起来，洗皮澡，张开到小毛料脚，接我电动脚，张练得多，下摆我电到半夜，就会到留下过夜，小毛草有悠嘅毛，染到延伸。真弱小，外国喺度扮演行面，总有好法嘅小毛。我上天嘅表了我去山方做事，都夹不卡血。俺布头是小毛料写生，是一手。下摆看到他人传错小火，拍菜嘅。知道真神奇，我表哥讲，入菜到出菜，我8點鐘，火甜得，真很正。小毛油假使按好，9分未到，苗栗地方人就成立小毛油产生合作社来化解问题。刘发财做理事长，阿爸做干事，做分工嘅，忙地管理出问题。冇幾多年，要認證化學嘅小毛油出來，就可以有假使跌到噗噗，合作社就放脫，
法理监师把一神在，请记得发表内容不卡丰富探视，过诸位个哈，我们好多境界。上次相对小网友，还那位不吃姜。